台南市农业局1月2日伫明治市政中心举办新春农特产花手礼展售活动，邀请农议会、青农以及社区顶游资业者，总共41个单位来设档，向消费者推广自家的产品。市长王伟霆嘛来到现场，甲大家推荐多项当地农渔特产。台南许多优质的农特产品都充满了浓浓的故乡风味。那分别是由各大农会来这个推出所以说我们很谢谢，也很期待来各位好朋友在台南在过年期间能够来台南的时候能够大方的踊跃的采购。那因为农会的农特产品都是 CP 值特别高的，一方面这个物美价廉，另外一方面这个风味独特。第三方面，台南本来的就是农业大市，所以它的这个农特产品的这个情形这个品质都非常好。不论是柑仔蜜、薏米、乌鱼子，或者是蒲烧鳗，各式各样具有台南在地特色的农产品，拢是经过认证，而且品质优良，价钱嘛十分优惠，非常适合民众采购，送予亲朋好友。每个月市府这边都会给我们这些在地的青农朋友有一个时间跟机会，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展售活动，增加我们品牌的曝光度。然后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现在台南伴手礼的活动，然后来带动我们整体的销售业绩可以上涨这样子。短短时间，真侪消费者拢已经收获满满，手提了几啊袋。各样东西都很好，所以我都想来这边买。买乌鱼子，买薏米，还有买有机蔬菜。你先来买什么？我买乌鱼子还有可以换春联。那你觉得这边的产品，你觉得 OK， 品质 OK。现场还有写春联的活动，让民众会当带福气回去。王伟霆表示，采购台南在地年节好礼，除了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农民以外，而且只要消费满100块以上，就会当抢网登录发票，参加台南购物节抽奖活动，有机会会当抽到房屋、汽车、智慧家电等各项好礼。台南新闻张硕伟、许曼珍采访报道。